天图风台已经减弱做轻度风台，速度有放较慢。气象署估计到半暝，暴风圈才会卡到台湾的本岛。因若恒春半岛、东部、东南部地区甲屏东地区的民众，就要注意雨水会愈暗愈粗。根据上新的资料显示，天图风台伫过去3点钟的强度有小可较减弱，速度摇放慢。暴风圈的范围卡到台湾陆地的时间，将会延到今仔日尾暗到暗时。央过希望对东半部甲南部有影响。在台风接近的过程当中，花莲、台东、恒春半岛以及屏东这边的降雨会逐渐变得明显起来，而且开始会有局部性的豪雨出现。那风力的部分在恒春半岛也会逐步的转大。气象署有估天图风台有可能伫台湾附近驶向北平了，沿着东部外海向北平行，也有可能伫17就减弱真侪热带性低气压。但是有一款资料显示，天图风台也有可能行向西南平这个方向。记者综合报道。